哈嘍，大家好啊，筆姐姐講馬頻道又出場啦，各位要記住啊，睇完片俾個 like 我喎，訂閱同埋多啲留言幫我推片㗎。前2日嘅谷草野馬賽事，我就斷咗纜啦，食咗白果，分享嘅3隻冷馬，冇一隻入到3甲，真係失閪敗，希望粉絲們多多包容啦。賭博始終有輸贏嘅，要做長勝將軍係冇可能嘅，話次次贏梗嘅，你都唔柒會信啦。好啦，聽日田草10場 A 跑道嘅賽事，又同各位傾下我嘅心水馬先。第一場5班草地1800米，我喜歡嘅係13號馬武林至尊，呢隻6歲馬，前一季響大衛希斯馬房都用鳩到好盡，結果上一季就9沉，今季轉咗去嚟超星馬房，都跑撚咗2場架啦。上一場嘅田草1600，睇見騎師末段好遲先騎得起隻馬，衝鳩返上去跑過第3，佢個總衝勢係持續增強嘅，起碼睇到咗隻馬嘅鬥心，係返咗嚟唔少先。至於呢隻馬以前田草1800係冇賽績支持嘅，大家一定會質疑呢個問題，但馬成長咗，韌力一定會增加嘅，加上睇佢上一場末段個種爆炸力，我估計一定啱發揮嘅，評分都跌鳩到去淘汰分位，相信練馬師嚟超聲都會盡力而為㗎啦。呢場孭磅輕飄飄，依然比撚返蔡明少騎，佢更加親自試過蟲草集添，似乎真係有手影喎。照計呢場都有直播分頭賠率嘅，我就博呢一隻。好啦，又講第2隻，第3場4班草地1200米，13號馬嘅新力嬌，我啱啱睇完初步賠率，呢隻馬獨贏竟然有14倍，我有冇眼閪花啊？上一場田草1200贏馬，佢成條直路左穿右插，塞車之下衝上去贏個頭位，俾人睇落以為好撚險，我就唔會俾佢呃鳩到嘅，加咗6分，榜位就加咗4磅咁大把，真係着鳩數。呢場又執個6檔算好位啦，神貨見都冇停過嘅，呢隻馬前一場都俾人照個肺問過話，係屬於被留意嘅馬，所以相信呢場佢演出都唔撚咁走樣嘅。5歲開始進步緊嘅馬，呢場形勢依然樂觀喎，點可能唔跟進啊？不過臨場仲有冇咁鳩好嘅分頭賠率就唔知啦。我就稱返呢隻馬先。好啦，跟住再嚟第5場4班草地1400，12號馬嘅銀騰，上一場今季初出都係跑田草1400，全程就響尾，入直路遲一遲先穩撚到位，撲上去跑過第4。不過全場馬末段嘅衝勢就最鳩勁係佢嘅。近排楊明倫非常落力，親自主操兼拍跳，真係睇到隻馬出腳有力，彈力十足嘅，火噴噴夠閪晒吸引，應該狀態係到晒位嘅。呢場孭120磅，都係屬於輕磅，我素來都認為跑後上爆炸力嘅馬，孭輕磅有一定着數嘅。今場估計都一定有賠率分頭嘅，所以呢次我會博佢今場見真章，我就博呢一隻。好啦，今次呢條片同大家分享多一隻心水超級冷門位置馬俾各位，就係第9場3班草地直路1000，4號馬嘅領航君子，上一場今季初出都係跑田草1000米直路賽。頭馬係今場嘅1號馬手到齊來，而領航君子就跑第4，都係輸1個馬位左右啫。嗰一場見撚住佢最後50米撲上去似模似樣嘅，可惜最後唔知點解都係爭少少加速力，我就諗一諗，會唔會熱鳩完新一場，演出會進步返多啲呢？話晒佢都係暫時跑得好少嘅新馬嚟嘅，進度嚟得好嘅話，唔係會係一隻完全下風馬嚟嘅，神操都正常㗎，埋門更有走去試過草集添。今場呢隻馬可能會俾人忽視，
一定係冷門價啦，我就覺得非撚常吸引，就算單賭位置都應該有着數嘅，我會搏呢隻冷門位置。好啦，講完啦，再同大家重複一次先，就係第一場13號嘅武林至尊，跟住第三場13號嘅新力驕，再嚟第五場12號嘅銀騰，最後就係今次條片分享多一隻超級冷門位置碼，就係第九場4號嘅領航君子。好啦，心水冷門碼又講晒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受用啦。筆姐姐要講聲拜拜啦，下次再見。